祖婆又来吸血喽！把照片搁柜台上吧。哎，程小石，我可是在帮你还债，你倒好，整天吊儿郎当的。就你这德行，你等着关门歇业，打包滚蛋吧！哼，我从小跟爸妈在这店里长大，他们回来之前，我哪儿都不会去。你要敢撵我走，我就原地上吊，看你爸还怎么找新租户。幼稚，弱智。他刚说啥？说你。乔玲姐，把照片拿来吧。好的，光光。还光光？哪个不都叫汪汪吗？学学人家陆光，年纪比你小，懂事比你早。乔玲姐。哼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才懒得管他。这次任务的委托人，希望我们能在趣德游戏后天公布第3季度财报之前，提早拿到他们的核心财务数据。但这份资料被他们的财务总监单独监管，为了避免系统被黑，他也从不在电脑上留底，随身携带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突破口在哪儿吧。他的助理艾玛是有机会看到数据的最佳人选。最近一次和他相关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那这张是艾玛前天晚上10点发在朋友圈的。哇，深夜放毒啊！你先探探机会，倘若不行，再往前找就要追溯到上周。财报数据可能就不是最新的了。有戏？有，且仅有一次。那这次委托任务是弄到一种特殊的调味秘方。照片里的2个人原本共同经营一家连锁面馆，一个负责前台管理，一个负责后台厨房，合伙超过10年，一直都很默契。所以，招牌汤面的调味秘方一直由他保管。连您，他也保密吗？是我太天真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背叛我，另立山头，所以他才这么着急忙慌的想要夺回秘方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了，解释的很到位。杜光，你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这2个人的名字叫什么？哦，雨夏，林真。老汉推车！切！哎，网络延迟太高，破手机 CPU 太慢，新版本平衡做得太差了。你这迟钝的运动反射神经就别找理由了，赶紧换人。啊，争点气啊！我们输了可是答应要帮他白干一回的。哼，小儿科。不是吧？我好歹还抓到他一次，你这人都没摸到就输了。菜鸡互啄。好男不跟女斗。啊，完了，就你们俩的操作，这次委托任务我看是悬了。什么内容啊？说来听听。好像还挺刺激的。这次的委托人爱上了一个武学世家的千金，并多次向她求爱。但女方父亲是个绝世高手，只有他认可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他的女婿，并且他们祖上也从未接纳过一个门外汉。委托人为此习武挑战，但皆以失败告终。究其原因，那位绝世高手有一套独门绝技，委托人始终都无法参透其中奥妙。
需要我们帮他破解全路，迎娶心上人。陆光，这不就是你一眼看穿的事儿吗？做不到。啊，这是某次比武前他们的合影。嚯，看样子是两情相悦，棒打鸳鸯呀。对了，留给他的机会可能不多了。陆光，程小石，你俩这是唱哪出啊？说不干就不干了？只是想休息一下，照相馆的常规业务还是会继续。程小石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哎，好呗，什么时候调整好了再开始吧。老板，里面请。请问这儿是不是有个神婆能进入照片里的时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本店没有这个服务，更没有什么神婆，请您另寻高人吧。我叫肖丽，是个警察。怎么，你们俩好像对警察有些敏感？当然有，大白天的警察找上门，论谁会舒服啊？我们这做正当生意，没您说的那些玄乎玩意儿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哎没病没灾的真晦气。你这小丫头态度怎么这么差呀？警察同志，您慢走。哎呦，您快走吧，别让街里街坊的知道了，还指不定怎么传呢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快别推了，走自己走。大师，大师，求您行行好，帮帮我吧。我听人说您能从照片里看到从前的往事，能不能帮我也看看？帮我找找我儿子。豆豆走丢已经过了3天了，人去全无。小队帮我一起找了整整2年，各种办法我们都用了。算了，亮哥，人家都说了，并不是网上传的那么邪乎。你最近1年多被骗被坑的还少吗？花下去的钱不都打水漂了吗？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在警队，就不会不管这个案子。一旦有线索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有任何办法能找回我儿子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你从我这儿啊买只玉乌龟，放在窗台上，然后啊压一把剪刀在乌龟下面，不出半年就会有你儿子的下落。豆豆，是爸爸的错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你快回来吧。爸爸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看动画，是爸爸的错，是爸爸的错。叔叔，您先起来。亮哥，你的心情我懂，但人家这地方就是个照相馆，你把地跪穿了，他们也变不出什么戏法啊。没错，如果有老照片需要洗印的，你拿来我们可以免费帮忙，也算做件好事。但回到过去这种事，你就别白日做梦了。过去的事既然已经发生，神仙来了也改变不了。我还是劝您过好现在的生活，向前看吧。等下快递来了，帮我记下，地址写在包裹上了。亮哥，这小兄弟话糙理不糙，还是先回去照顾嫂子吧。啊，哦对了，最近嫂子病好些没？给，请你喝奶茶，怎么也不说谢谢啊？啊，谢谢。看什么呢？哦，走失儿童的新闻。没什么，随便看看，随便看。这不正好碰上，就好奇想去网上了解了解。
的人不是我。切，谢谢了。糟了，忘了留下亮哥的联系方式。不能改变过去的任何事情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程小石，你不是和陆光出国了吗？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哎，你跑什么？他们不是说好暑假结束前才回来吗？人呢？乔妹，刚我们没看错，那人是程小石吧？你那人怎么不见了？会不会是天气太热，看迷糊了？怎么会突然撞上乔玲？太大意了！嘿，我就不信了。给他打个电话试试。抱歉，亮哥，还是没能在监控视频里找到线索。没事儿，你们愿意帮我，我就很感激了。其实我大学那会儿，经常去您店里买奶茶。豆豆被拐走的那天，我正巧经过，但我看着他被人牵走，却无动于衷。如果我能停下来多看一眼，多问一句，可能他就不会被人贩子带走了。对不起，我逃避过去，不敢面对你，甚至连站出来提供线索的勇气都没有。这3年来，我坚信，只要不断地找下去，就会有新的线索。而你的出现，验证了我的坚持，让我看到了希望，也令我更加坚信，只要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不管10年、20年，甚至更久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找到他的。豆豆，豆豆。太好了，家人团聚，顺利完成任务。豆豆回来了，豆豆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警察同志，我这3年里真的没再犯过一个孩子，而且我把这个小祖宗当亲骨肉养着，好吃好穿的伺候着。我每天都在忏悔自己从前的过错，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洗洗革命的机会吧！以后好好做人，祖宗正看着你呢。祖宗！哎呀，祖宗显灵了！同志，还想装疯卖傻，混个精神失常，从轻发落呀？陈斌，带他走，主严严实实的审。什么？竟然还真有这么没人性的变态！你们在说谁呢？这事我们义不容辞，早点逮住他，避免出现下一个受害者。程小石，谁给你代表我们的权利了？夏队，你别理他，帮得上帮不上，还得问陆光。大致情况我都看过了，抱歉，这次我们无能为力。哎，陆光，就这么算了？你看没看明白？哎，走了走了。老板李面请。哎，徐珊珊，你不去考博，怎么跑这儿来遛弯了？哼，我特地来关心关心社会盲流的再就业情况啊。哎呦，原来是体察民情来了，也难怪，书读多了是容易和社会脱节啊，理解理解。没办法呀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出了校园还得靠着别人过日子。你说清楚啊，谁靠谁过日子了？怎么，房子是乔妹供给你的，生意是陆光打理的，你不就是个吃干饭的吗？我们是合作，没看明白本质之前，别给人扣帽子。看问题只停留在表面，你这情商也太低了吧！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我们对甲方要无微不至，细心关怀。这哪来什么甲方啊？难道？哼，不是乔妹拉我来试试，姐姐我还不乐意呢。珊珊姐，你想委托什么事？哎，这事儿得让我来介绍。说起来，还得追溯到我们那朝气蓬勃的大学时代。你们是否还记得，我们徐仙姑身边除了咱们仨，还有一个好哥们儿，董毅。
去算了。那罚你帮我搬砖，晚上回来去宿舍楼下问你要。几点啊？宿舍大门锁了的话，我只能从窗台给你丢下来了。你俩整天出双入对的，怎么还不把关系挑明啊？切，这种事儿不是应该男生主动的吗？什么？你和董一竟然是一对？到底谁情商低啊？唉，都那么多年了，这窗户纸还没捅破，急得我用什么？考研？干嘛那么吃惊？我就想再深造深造，出来挑份好工作的几率更高些啊。徐仙姑，后面2年我不在你身边陪伴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！哎，少来啊！平时谁照顾谁？你走了，我还能轻松不少。好啊，你早就嫌弃人家了。陈老师，你烦不烦？先说说具体的委托内容吧，我再来看看选哪张照片比较合适。后面的事我来说吧。那天吃完散伙饭又去唱 K， 搞到很晚，我不知道怎么就喝多了。哦，然后就滚啊！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走了。珊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乔玲，打给徐珊珊问问。啊？哦。徐珊珊，群里消息是你发的吗？如约而至。程小石，你冷静些，陆光已经去报案了。肖队这人看着挺靠谱，一定可以找到珊珊的。对了，网上应该有些相关消息，可能会有线索。乔玲，你……我受陆光之托，为了不让你被流言蜚语弄得更焦虑，手机我就先代为保管了。我去楼上谈会儿，陆光回来了叫我。你一直以为当年没有及时发现豆豆被拐，所以责怪自己。但其实那件事，我也有责任。去看看，不知道现在排队的人多不多啊？程小石，正是因为我的突然出现，所以转移了你的注意力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能进入照片？是的，我负责进入照片，作为执行者，而陆光则是观察者，告诉我每一步该怎么做。原来你们一直躲着我是这个原因啊！我还以为你们是对照片做什么法事呢。喂，陈警官，犯人抓到了吗？他有没有交代徐珊珊的情况？车牌的确是他的，但现在看来，作案人肯定不能是他。为什么？当时是不是有一个叫艾玛的受害者上了他的车，并且他在雀德游戏任职？两人摆明了就是有关联的，一定能找到线索。你还真挺神的，这些细节都能被你查到。但可惜，怎么样，抓到那个混蛋了吗？没，证据不足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……从我们最新调查的资料显示，艾玛死的时候，刘民并不在场。什么？事实就是如此。那天凌晨1点，刘明正在医院抢救呢。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？喂，董毅。乔玲，你知道徐珊珊去哪儿了吗？我刚打他电话关机了。不知道啊，可能手机没电了吧。哎呀，他老是稀里糊涂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晚点再打给他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还是打不通，陆光，该怎么办呀？总不能在这干等着吧？昨天你们走后去了哪里？
几点回的家？我们出门后去喝了奶茶，然后就各自回了。具体几点我有些记不清了。那你们昨天喝奶茶的时候，或者其他什么时候，有没有拍照或者自拍？好像没有啊。那其他时间呢？徐珊珊有没有传些自拍什么的给你？一定是要昨天的吗？我翻翻。最好是在12小时之内的。我们昨天晚上没聊什么呀，都是前几天的照片了。你再找找，没准哪里就漏了那么一张。我在找啊，但是真的没有。这张照片是徐珊珊昨天拍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昨天珊珊来之前，在门口举着手机，的确像是拍照来着。原来她还发朋友圈了，我都没注意。陆光，快看看，是不是能找到珊珊的下落？怎么样，有线索了吗？昨天凌晨1点半左右，有个戴面具的人闯入徐珊珊家，并且袭击了她。赶紧进照片，我倒要看看。等等，你准备好面对最坏的结果了吗？就算我们能重新经历照片里的那段时光，但过去的事也已成定局。在徐珊珊遇袭的瞬间，连接就断了，所以她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程小时就必须再一次亲身经历遇害的过程，并且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徐仙姑，你在那干嘛呢？赶紧进去呗。你别这样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你自己注意点，别让乔玲知道啊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试试嘛，没啥不好意思的。出来接客啦！恭迎包租婆家的。老板李月请。哎，徐珊珊，你不去考博，怎么跑这儿来遛弯了？这是要逼着我自己骂自己吗？赶紧接受安排，完成任务。我特地来关心关心社会盲流再就业情况。哎呦，原来是体察民情来了，也难怪书读多了是容易和社会脱节啊，理解理解。没办法呀，我可不像某些人出了校园还得靠着别人过日子。能不能专心点？吵架哪有你这样心不在焉的？喂，你说清楚啊，谁靠谁过日子了？怎么？房子是乔妹供给你的，生意是陆光打理的，你不就是个吃干饭的吗？我们是合作，没看明白本质之前，别给人扣帽子。哼，一天不挨揍，脑瓜就秀逗。乔妹，他俩是怎么做到从照片中获取过往信息的？啊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每次都是他俩单独操作。神神叨叨的，总担心这程小时不靠谱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。不幸严重。哎，放心吧，估计主要都是靠陆光，程小时就是个工具人，陆光靠谱就行了。什么？工具人？乔玲，你怎么也这么想？竟然和我不谋而合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程小时这家伙其实骨子里还是有股韧劲儿的。嘿，还真没看出来。他从小就这样，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，吊儿郎当的，但其实……哟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说走就走啊？哎呦，把孩子一个人丢下也太不负责了。就是啊，这孩子未来可怎么办呀？要不我们轮流带，怎么样？这开玩笑，这出了事谁负责呀？那送孤儿院？呸！人家爸妈又没死，我看呀，还是先我不要检查吧。他们只是出远门了，他们会回来的。所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不要你们来关心我。哎，走，你们走。你这孩子，好心都当驴肝肺了。哎呦，真是的，谁还乐意管这种事？你也认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会回来了吗？
他们会回来的，我陪你一起等。谢谢你，乔玲。别谢我，要谢先谢我爸，他说借你10年房租，等你长大以后重新开店，再把钱还上。哇，那我以后岂不是要叫你包租婆啦？虽然我们能尽一份绵薄之力，但之后的日子，他过得仍然很辛苦。为了让自己和正常孩子一样，为了能够融入大家，他竭尽全力。但是，最终还是被孤立了。新闻上说，昨天半夜发生了大地震，死了好多人。爸爸妈妈会不会也在那里？他们会不会遇上地震？会不会再也回不来了？别傻了，他们应该是去了更远的地方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乔玲，我想他们，我想他们。那时候我才体会到，当他说出那句“我不要你们来关心我”的时候，心里该有多痛啊！我曾经一度担心，程小时他还能不能交到真正关心他的朋友。直到……这么巧？哎，陆光。嘿，这精神小伙是谁啊？程小时，你朋友？正好路过而已。有空的话，过来帮忙搭把手呗。陆光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我当时问他，怎么就和程小时看对眼成了朋友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不会是贪图程小时的美色吧？说人话。我去买几罐冰可乐。哎，给我带罐无糖的。就你事儿多。陆光，你到底看上我家程小时哪点了？这么多年来，你可是除了我之外他的第一个好哥们儿。什么叫我看上他了？明明是他先喊我打球的。从球友变朋友也不容易啊，说明他身上还是有吸引你的地方。从实招来。可能是天真吧。天真是什么鬼？陆光当时说的可认真了，而且这点我也赞同。恰恰是程小时这份单纯和直白，让人特别想要保护他。谢谢你，巧玲。谢我干什么？今天怎么了？稀奇古怪的。走走，喝奶茶去。快乐快乐！都快饭点了，还喝啥奶茶啊？喝完晚饭就不吃了，当减肥。小伙子，看你提溜着俩煎饼在楼下转悠一天了，是不是犯了错来向女朋友赔罪啊？我呀，见多了。我还不知道我俩现在算什么关系，所以我想等一个答案。大概经过就是这样，程小时计划了这次抓捕。哎呦，程小时，看不出来你还能难得靠谱一回。哎，还好吧。你怎么了？一直心不在焉的。我还有个疑惑一直没找到答案，就是艾玛那起案件中，刘明的不在场证明。那样的话，杀害艾玛的凶手会不会还另有其人？这是吴丽华生前的监控照片，切记不要给第二个人传阅。我问陈警官要来了阿玛生前的监控照片，陆光你看看能不能查明死因。陆光，让我进照片去查明真相吧。真相不一定能给你最好的答案。这次也让我亲眼见识一下。但艾玛的命运是因我而改变的，所以明知不行，我也想再试一次。怎么可能？
死亡是无法改变的重大节点。你是在和程小石说话吗？你不是说过，世事无绝对吗？没想到还会有目击者，有趣。这个语气，难道说刘敏只是傀儡，真凶另有其人？要拍得风风光光，登报后让全校都关注到我们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我可是专业的。哎呀，我不是近视，戴眼镜反而看不清。我儿子他前段时间出了车祸，人都已经瘫了，怎么还可能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啊？该不会也是？你是他的朋友吧？你也是。艾玛，乔玲，这是你上一局耍赖的惩罚。你到底是谁？游戏重新开始。